无论年龄多大，您都可以拥有强壮健康的身材。既然我们这里没有人是真的活到100岁，不妨去 Google 搜寻一下那些100岁的运动员，观察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的工作伙伴雅婷是一位自然疗法医师，我们共事了5年。他已婚，手机里唯一的应用程式是一张2个女人的照片，她们都80岁了，其中一位体重过重，弯腰驼背，拄住拐杖，而另一位穿着慢跑裤和像运动内衣一样的短上衣，腹肌清晰可见。他们同样都是80岁，但肌肉状态截然不同。因此，从8岁到80岁，您都可以拥有强健的体魄。我认为为晚年生活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有多少人没能做到这一点，遗憾地在晚年过住悲惨的生活。了解背后的原因非常重要，尤其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当您睡觉时，身体自然会进入进食状态，这意味着您将有几个小时没有进食。如果体内储存的蛋白质不足，身体可能会开始分解肌肉组织，以获取运作所需的营养。这个过程完全正常，称为异化作用 （catabolism）。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身体恢复速度不再像以前那么快了，就是因为60岁以后，身体增加肌肉的能力会下降，肌肉蛋白合成的过程会变慢。当身体在夜间分解肌肉，而第2天又没有适当的恢复时，您失去的就会逐渐多于获得的。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肌少症 （sarcopenia） 及与年龄相关的力量和肌肉量流失。这不仅仅是感觉虚弱而已，您知道吗？就在这段影片结束前，大约会有38位老年患者因为肌肉流失导致跌倒而入院。这种类型的肌肉流失经常被忽视，正悄悄剥夺整个世代的活动能力、自由和生活品质。这也是大多数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即使您感觉良好，60岁以后您仍可能流失高达33%的肌肉量。您可能依然照常走路或爬楼梯，但在体内，您的肌肉可能正突然变弱和萎缩。作为专注于顺应身体而非对抗身体的自然健康专家，今天我将提供11种强效疗法，不仅经济实惠、容易取得，而且能成功对抗这个问题。由于清单上的第1名威力最强，请务必密切关注。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科学调查，它在维持老年人肌肉量方面的表现甚至优于几种处方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没有运动，它也有效。第11名，大骨汤或牛骨明胶。大骨汤和牛骨明胶除了是一道温热舒适的餐点外，研究显示它们能促进肌肉保存，特别是在睡前食用时。高品质的大骨汤和明胶富含胶原蛋白，特别是第1型和第2型胶原蛋白，这对您的身体在老化过程中维持健康的肌肉、关节和结缔组织至关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富含脯氨酸 （proline） 和甘氨酸 （glycine） 等氨基酸，这对修复肌肉组织、降低夜间发炎和改善睡眠至关重要。这些都是老年人保持强壮和灵活所必须的。由于大部分的肌肉在生实际上发生在睡眠期间，甘氨酸尤其与改善睡眠品质有关。此外，用明胶制成的食物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组成，非常容易消化。事实上，对于许多晚上难以吃大餐的老年人来说，一杯大骨汤或明胶茶正好提供了身体所需的营养，而不会引起胀气或不适。请务必使用慢炖大骨汤或草饲、无糖、未添加钠、味精或人工香料的明胶。那些额外的添加物可能弊大于利。只需在睡前将意式明胶加入1小杯水或温热的花草茶中，
即可获得最佳效果。最好在睡前30到60分钟喝一杯大骨汤。为了增加营养和抗发炎特性，可以加一小撮海盐或姜黄，让一切变得简单易懂、平静且单纯。可以说，大骨汤、肉类和明胶是一个强大的组合，在夜间保护肌肉方面也有奇效。如果您正在寻找口感更绵密、更有饱足感且同样强效的选择，请考虑下一个选项。在我们继续之前，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的年龄、您从哪里观看，以及您有什么问题。第10名是茅屋起司 （Cottage Cheese）。茅屋起司富含消化缓慢的酪蛋白 （Casein Protein）。能在您睡眠时为肌肉提供长达8小时的稳定营养，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在漫长的夜间进食期间，当身体没有其他燃料来源时，肌肉分解。酪蛋白对老年人尤其重要。半杯茅屋起司含有约13克的高品质蛋白质、钙、维生素群和色氨酸。Tryptophan 色氨酸是一种能促进放松和改善睡眠的氨基酸，这种组合使其成为完美的睡前点心，能促进肌肉修复，帮助您醒来时感觉更有活力、脚步僵硬，并准备好展开新的一天。在老年人中，茅屋起司还能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事实上，根据发表在英国营养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与什么都不吃的人相比，睡前食用富含酪蛋白的食物，如茅屋起司，能使夜间肌肉构建活动增加31%。虽然有些人因为认为乳制品难以消化而避免食用，但大多数老年人都可以接受茅屋起司，特别是因为它的乳糖含量低，少量食用通常没问题。为了帮助维持肌肉力量和恢复，建议在睡前30到60分钟食用半杯原为低脂茅屋起司。如果觉得味道太淡，想增加口感、钾和纤维，可以试着加入1茶匙奇亚籽、几片香蕉或1小撮肉桂粉。如果您喜欢一点甜味，可以在上面淋一些生蜂蜜。只要注意不要加太多糖。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请避免添加糖和胶质的调味或低脂种类。相反地，选择有机、成分越简单越好的原味茅屋起司，最好是来自草饲乳源。不过，如果您正在寻找植物性、高蛋白且同样有效并对肠道健康有额外好处的替代品，下一个选项会吸引您。第9名是天贝 （Tempeh）。天贝不仅仅是植物肉替代品，特别是发酵大豆蛋白是完整蛋白质和强化肌肉矿物质的绝佳来源。说到大豆，如果您想促进夜间修复并减缓肌肉流失，天贝是很棒的睡前点心。与遵循一般低蛋白饮食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发酵大豆蛋白的老年人拥有更好的蛋白质代谢和更高的肌肉量保率。此外，由于天贝经过自然发酵，比其他植物性蛋白质更容易消化，这对可能会有胀气或其他消化问题的老年人特别有益。天贝还富含益生菌，能促进肠道健康，这是维持肌肉量和吸收营养的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方面。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衡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和持续性发炎，这两者都会加速肌肉分解。食用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如天贝，可以帮助您的身体恢复平衡，并改善对钙、镁和氨基酸等重要营养素的吸收。此外，天贝是钙、镁和植物性铁的良好来源。这3种元素对于关节支撑、能量产生和强健的肌肉收缩至关重要。
事实上，现在有几位专家认为，对抗肌少症的最佳策略之一，可能是将益生菌与高蛋白饮食结合。我认为天贝的营养密度非常高，为了充分发挥其优势，必须以正确的方式食用，避免食用充满酱汁或其他添加物的高度加工或油炸天贝，应坚持食用纯有机天贝。试住在睡前1到2小时食用3到4盎司稍微蒸过或嫩煎的天贝，看看是否适合您。为了获得支持肌肉的均衡饮食，您可以将其切块，用黑胡椒和姜黄调味，或搭配蒸蔬菜食用。另一种保持肌肉的绝佳食物是橄榄油自尾鱼，但稍后会详细介绍。第8名是水煮蛋。大家可能都听过吃蛋的好处，特别是作为早餐，但水煮蛋可能是老年人维持夜间肌肉最被低估的资源之一。鸡蛋中含有少量的完整优质蛋白质，这对于保持肌肉生长和力量至关重要，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仅1颗水煮蛋就含有约6克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包括维生素12、胆碱和硒。这些营养素支持神经和肌肉功能及修复。更重要的是，亮氨酸乐性这种启动肌肉蛋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存在于鸡蛋中，使其成为最好的天然来源之一。这对老年人至关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失去生长肌肉的能力。虽然有些人担心胆固醇，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的血液胆固醇水平不会受到鸡蛋中膳食胆固醇的负面影响。整体饮食的品质更为重要。试住在睡前30到60分钟吃1到2颗水煮蛋，以最大化效益。它们只需很少的准备，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晚上食欲不佳的人。试第7名，橄榄油自沙丁鱼罐头。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既方便又富含健康脂肪和蛋白质以保存肌肉的食物，沙丁鱼罐头中 Omega-3 脂肪酸和完整蛋白质的强效组合对于维持肌肉量至关重要。沙丁鱼中的 Omega-3 就像肉桂中的肉桂醛一样，有助于降低慢性发炎，这是老年人与年龄相关肌肉分解的主要原因。这种小鱼对于维持肌肉量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首先，沙丁鱼是有助于增肌的高品质蛋白质最方便携带的来源之一。一个小罐头大约含有23克完整蛋白质，使其成为肌肉提供所需基石的快速有效方法，特别是在睡前当身体自然进入修复模式时。包裹沙丁鱼的橄榄油提供了额外的好处。橄榄油有助于减缓消化，并在整夜提供持久的能量，就像肉桂能稳定血糖一样。即使在您睡着时，这种氨基酸的逐渐释放也能促进持续的肌肉生长和愈合。除了蛋白质和好油，沙丁鱼还富含钙和维生素，这对于强健骨骼和肌肉功能是必须的。此外，它们还含有铁硒和维生素群，所有这些对于能量产生和细胞修复至关重要。这2个过程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沙丁鱼甚至能促进心脏健康和脑部功能，对于想要保持独立和活动能力的老年人来说是明智的选择。为了最大化效益，试住在睡前1小时左右吃半罐到1罐橄榄油渍沙丁鱼。为了减少油腻感并改善吸收，可以将它们捣碎放在种子饼钱上，直接从罐头里吃，或是挤一些柠檬汁，只要避开水煮或大豆油浸泡的种类即可，因为它们无法提供相同的缓慢消化益处。第6种食物是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从饮食中完全剔除乳制品，并不是随着年龄增长维持肌肉量的最佳策略。正确的乳制品类型实际上可能是维持身体力量和活动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希腊优格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特别是在睡前食用时。希腊优格富含酪蛋白，这是一种消化缓慢的蛋白质，能在6到8小时内为您的肌肉提供稳定的营养，这非常适合夜间睡眠。正因如此，希腊优格有助于在身体处于修复模式时提供发展和维持肌肉所需的氨基酸。除了蛋白质，希腊优格还提供益生菌、钙、镁和维生素群。钙支持肌肉收缩和骨骼强度，镁促进放松和睡眠。此外，益生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肠道，这能增强食物吸收并降低发炎，这是老年人肌肉健康的2个重要方面。新陈代谢减慢导致许多老年人难以产生能量，这也是维生素12和黄素可能有帮助的地方。希腊优格中甚至含有色氨酸，这是一种有助于促进睡眠的氨基酸。只要确保选择无糖原为希腊优格，而不是充满人工添加物和额外糖分的吊尾种类。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在睡前30到60分钟食用半杯到1杯。当与健康脂肪结合以获得更持久的肌肉支持时，它高蛋白夜间选择也同样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是橄榄油自尾鱼。橄榄油自尾鱼排名第5。虽然它看起来可能不像最明显的宵夜选择，但尾鱼是瘦蛋白和健康脂肪的强大组合，可以帮助保护60岁以后的肌肉量。尾鱼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近几口完整优质蛋白质中就含有亮氨酸氯嗪，这是促进肌肉构建的关键氨基酸。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对亮氨酸水平降低的敏感度会变差，因此防止肌肉流失的关键是摄取足够的亮氨酸，尤其是在晚上。然而，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将尾鱼浸泡在橄榄油中而不是水中有2个好处。橄榄油中有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会减缓消化，延长氨基酸留在血液中的时间，这意味着您的肌肉在夜间继续获得所需的食物，而这正是身体自我修复最多的时候。2020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检视了老年人在睡前食用这种高蛋白、富含 Omega-3 的食物组合。结果显示，与食用低脂食物或什么都不吃的人相比，夜间肌肉蛋白合成增加了 34%。而且还不止这些，食用橄榄油自鱼类组别的人显示出发炎指标降低、维生素 D 收增加以及晨间不适感减少。简而言之，他们保留了更多肌肉，睡得更好，恢复得更快。如果您想让这对您有效，请在睡前30到60分钟吃半罐橄榄油自尾鱼。如果您想要更丰盛的点心，可以搭配一些小黄瓜片或全谷物饼前。想要增加风味吗？撒一点海盐或挤一点柠檬汁会有很大的不同。只要确保避免重口味的酱汁和美乃滋，它们会干扰睡眠且较难消化。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所有全食物中，尾鱼是亮氨酸最好的天然来源之一。此外，请记住，肌少症这个描述与年龄相关肌肉流失的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在晚上摄取足够的亮氨酸来预防。因此，如果您认真想保持体力、活动能力和独立性，这不仅仅是点心，更是一种策略。第4名，将姜黄加入温牛奶中。
只要包含正确的营养素，在您的夜间例行公事中加入1杯温牛奶，可以极大地帮助维持肌肉量。姜黄温牛奶是老年人最有效的组合之一。这种舒缓的饮料有多种功能。首先，牛奶中天然丰富的酪蛋白是一种消化缓慢的蛋白质，能在您睡眠时让肌肉保持数小时的滋养。对于身体需要持续营养以避免夜间肌肉分解的老年人来说，这使其变得完美。此外，它含有钙和维生素，这是健康肌肉收缩和强健骨骼所必须的。然而，添加姜黄才是真正神奇发生的地方。这种金色的香料中含有姜黄素 curcumin， 它是自然界最强效的抗发炎物质之一。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低度发炎是肌肉组织的主要风险之一，会导致不适、僵硬和恢复速度变慢。姜黄素通过减少发炎来支持肌肉再生和关节健康。在营养神经科学 Nutritional Neuroscience 杂志发表了一项2022年研究中，饮用含有姜黄的高蛋白饮料的60岁以上成年人报告称，肌肉蛋白合成增加了 32%， 关节肉蛋白合成增加了 32%， 关节不适减少，睡眠品质改善。这是一举三得。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别担心，杏仁奶或燕麦奶是植物性的替代品，只要确保它有额外添加蛋白质，最好来自大豆或豌豆蛋白，并且有钙质强化。当与姜黄搭配时，尽管酪蛋白含量较低，这些替代品仍然提供缓慢释放的氨基酸。这种饮料不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姜黄降低发炎，牛奶给予肌肉持续的能量。制作时只需加热1杯牛奶，可以是强化植物奶或乳制品。为了帮助身体吸收姜黄素，加以小撮黑胡椒并拌入1/4茶匙的姜黄。如果您喜欢甜一点，可以加一小滴蜂蜜，保持清淡即可。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在睡前30到45分钟饮用。这种舒缓温暖的饮料不仅限于睡前，这是经科学证实保存肌肉的方法。你有在睡前喝饮料来帮助恢复或放松吗？请在下方评论告诉我。请告诉我什么对您有效。杏仁酱 Almond Butter 排名第3。尽管外观呈奶油状，但杏仁酱是夜间保护肌肉最被低估的武器之一。杏仁酱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健康脂肪、镁和维生素 A， 能提供身体在睡眠时修复和重建所需的精确营养。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杏仁酱中的健康脂肪能减缓消化，并在整夜提供稳定的能量水平。这很重要，因为当您的身体在睡眠中进入进食状态时，您的肌肉将持续获得数小时而非数分钟的滋养。此外，杏仁酱中的镁能及邮振神经系统和放松肌肉，来促进深层修复性睡眠。镁还能减少夜间抽筋，并防止因压力或低血糖而反复醒来。这是老年人常见的2个问题。更好的是，营养素 Nutrients 杂志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将杏仁中的脂肪纳入夜间例行饮食的老年人，其蛋质瘤、肌肉保存的关键指标增加了 17%。此外，他们的皮质醇 cortisol 水平也低得多。皮质醇是一种被认为会在睡眠时加速肌肉分解的压力荷尔蒙。杏仁酱也富含维生素，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促进组织修复并帮助身体长肌肉而非流失肌肉。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吃杏仁酱的最佳时间是大约睡前半小时，1汤匙就够了。如果您想要多一点分量，
可以涂在全麦面包、切片苹果或种子饼前上，也可以直接用汤匙吃。请务必使用会有水分离且需要搅拌的纯杏仁酱，避开含有氢化铀、额外糖分或不必要填充物的品牌，这些会将营养食品变成升高血糖的垃圾食物。此外，对于晚上不想吃正餐的人来说，杏仁酱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如果您的食欲在晚些时候减退，一茶匙杏仁酱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不用烹饪，也不用清理，就能提供支持肌肉的营养。第二名是酸樱桃汁 （Tart Cherry Juice）。酸樱桃汁富含褪黑激素、melatonin 和抗氧化剂，这是其具有多种益处的主要原因。这种睡前饮料富含花青素、安头夏宁等植物化合物，能促进夜间肌肉愈合，缓解肌肉不适，并帮助您更快入睡。酸樱桃汁会自然增加褪黑激素的产生，这是另一个因素。您的身体利用该荷尔蒙进入深层修复性睡眠，这是大部分肌肉在发生的时候。此外，它还能作为缓冲发炎的缓冲剂。发炎是通过降低氧化压力导致老化肌肉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s Nutrition 发表了一项2019年的研究，追踪了50岁以上每晚喝酸樱桃汁的人。结果包括血液中褪黑激素和抗氧化剂水平显著增加，晨间不适减少33%，睡眠品质改善15%。请记住，更好的睡眠会带来更好的恢复。如果您醒来时感觉脚部酸痛，您就更有可能继续保持活跃。这是60岁以后保持独立和力量的最佳策略之一。以下是正确的做法：在睡前约30到45分钟，饮用4到6盎司的100%酸樱桃汁，确认标签上注明是酸维且无糖，而不是甜樱桃混合汁。如果味道太浓，您可以用水或柠檬汁稀释以改善口感。酸樱桃汁是一个小步骤，但有很大的回报。如果您不喜欢果汁，也不用担心。接下来是另一种舒缓的睡前饮料，温暖滑顺，对您的肌肉、关节和睡眠非常有益。这是为了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所承诺的内容。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清单上的首选食物甚至比几种处方药物表现得更好，即使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这也是关于在60岁以后保护、修复和强化肌肉。第一名是乳清蛋白饮 （Whey Protein Drink）。您可能从未在睡前尝试过蛋白饮，但乳清蛋白是60岁以后维持肌肉量最好的资源之一。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临床试验，夜间服用乳清蛋白饮在保存和恢复老年人肌肉量方面比某些处方药物更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亮氨酸是乳清蛋白中发现的9种必需氨基酸之一，是肌肉构建的关键性分剂。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需要更多的亮氨酸才能触发对肌肉生长的相同自然反应。这正是浓缩乳清所提供的。然而，您的身体在睡眠时利用它的方式，才是这在夜间如此有意义的原因。因为乳清蛋白被快速吸收，您的肌肉可以迅速获得氨基酸。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当您睡觉时，身体会进入进食状态。此外，当没有燃料时，它经常使用肌肉作为能量。乳清蛋白有助于停止这个被称为异化作用的过程。以下是正确的做法：
将意式约25到30克的优质分离乳清回 isolate 与水或无糖杏仁奶混合，并在睡前30到45分钟饮用。避开加糖的调味粉，它们可能会提高胰岛素水平，反而对您不利。如果您喜欢一点甜味，可以加一滴香草精或一小撮肉桂粉。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也不用担心，选择水解乳清蛋白或无乳糖的分离乳清，两者都更容易消化，同时仍提供完整的益处。乳清的用途不仅限于补充剂，它是老年人维持肌肉量的强大工具，特别是在夜间明智的使用时。如果您一直面临虚弱、疲劳或莫名的肌肉流失，这可能是缺失的一块拼图。现在，保持头脑清晰和敏锐与拥有强壮的肌肉同样重要。因此，请务必观看这部后续影片，它将提供所有相关资讯。